大家好，我係蔡師傅。之前咧，因為手套有啲話題性咧，網友咧就推薦我用呢啲咁嘅超級技師手套。咁我用過咧，感覺都 OK 嘅。咁好多嘅方面設計嘅保護都好好啦。雖然佢個樣好似單車手套，表面大家會見到啦。咁其實佢有一啲硬膠處理啦，咁即叫做防撞擊啊，或者防打到嘅。手套嘅內籠咧都有少少皮嘅保護啦。特別咧係佢嘅食指啦，同埋拇指咧係可以有少少觸感嘅。即係你用電話嘅時候咧，咁一樣係可以觸到屏嘅。經常使都係好襟用嘅，咁而我自己做咗好多年咧，咁其實一般咧，而家大家都會見到呢類防滑手套為主嘅。咁我自己去買嘅時候咧，都會特登買一啲叫做防切割嘅功能啦，即係會保護能力咁啊再多少少嘅。咁香港咧就都係始終常用比較呢啲啦，咁甚至可能五金鋪買咧，咁啊都方便啲嘅。而最後啦，咁其實棉紗手套咧，因為之前有老友介紹過話做水喉嘅專業就一定要用棉紗手套。起碼我身邊接觸嘅咁，其實好多都已經係住晒防滑手套或者防切割手套嗰類嘅。咁大家嘅睇法又係點咧？